大年30晚，杏花道凍到入骨，祠堂瓦頂結咗一層薄霜，河邊幾盞水燈早就俾風吹滅晒，正反土地廟嗰兩盞紅燈籠仲喺度死撐，搖下搖下，影得石板路一陣紅一陣黑。成伯一家人圍埋喺廳堂食團年飯，一碟白切雞，一煲辣味糯米飯，一盤發財蠔豉，仲有2條煎香咗嘅鯪魚，算係呢條水鄉入面比較體面嘅一餐。但成伯心入面清楚，呢餐飯食完，聽日年初一就要勒緊褲頭，等出年開春先有新鮮魚獲。成伯全名成厚德，今年62歲，杏花道土生土長嘅水上人後代。佢老豆嗰代仲係撐艇打魚，到佢手上先喺岸邊起咗間青磚屋，勉強叫做上咗岸，但家底薄，冇田冇地，得2畝秀田種下菜，平時靠幫人修補漁網同紮幾把掃帚幫補家計。成伯為人老實巴交，村裏面邊個有困難佢都肯幫手，但就係太厚道，從來唔敢同人爭，亦唔識得為自己打算。佢老婆早10年肺癆過身，之後佢又做老豆又做阿媽，湊大個仔成亞貴。成亞貴今年30出頭，上年跟人出去省城打工，話要搵大錢起新屋，結果年尾得返一封信，話過年趕唔切返，要過埋正月先歸，連一封利是都冇寄返嚟。成伯冇埋怨過個仔半句，佢知道省城難搵食，亞貴一個鄉下人出去，唔俾人已經算好彩。佢自己拖住新抱亞蘭同2個孫，8歲嘅亞明同5歲嘅細妹亞珍，一日一日咁捱。亞蘭係順德人，嫁過嚟杏花道5年，勤快老實，從來唔嫌成伯屋企窮，淨係成日掛住亞貴，夜夜對住盞油燈補3等消息。成伯見佢辛苦，今年特登留多咗半隻雞俾佢食。亞蘭推讓咗幾次，最後俾成伯夾咗嚿雞髀肉落碗，佢眼紅紅啖食完，一句話都講唔出。食完飯，成伯喺門口燒咗幾張黃紙拜祖先，又裝咗3炷香插喺門檻兩邊，叫做封門，擋住年30晚嘅污糟嘢入屋。呢個習俗佢做咗幾10年，年年如此，從未出過差池。阿明同阿珍2個細路食飽飯就喺廳堂剝金，一邊剝一邊掃，仲有幾耐先到子時可以燒炮仗。阿明大個仔，識得讓細妹將最大嗰個金剝好遞過去。阿珍笑到見牙唔見眼。成伯望住2個孫，心入面又暖又酸。呢個年雖然寒酸，但一家人齊齊整整，已經係最大嘅福氣。守歲守到亥時，阿珍頂唔住眼瞓，喺亞蘭懷抱入面瞓着咗。阿明仲撐住眼皮，坐喺門口位凳上面，望住外面漆黑嘅巷口等炮仗聲。成伯喺廚房執拾碗筷，亞蘭抱阿珍入房，廳堂得返一盞油燈，火苗被風吹得歪來歪去，牆上人影堂堂，似有若無。卜卜卜，3下敲門聲，唔大唔細，斯文得嚟大眾說不出嘅怪異，好似有人用紙折骨輕輕扣喺木門上面，力度均勻到近乎刻意。成伯停低手，側耳聽咗一陣，心念會唔會係邊個叔伯兄弟飲醉酒行錯門。但年30晚，村裏面啲人通常食完團年飯就閂門鎖戶，好少四圍走。佢正想行出去睇，阿明已經快佢一步，蹦蹦跳跳行到大門前面。阿爺，我去開門。阿明脆生生咁講咗一句，成伯未來得及阻止，門閂已經俾阿明拉開。門外站住一個瘦削嘅男人，着住一身烏黑嘅棉布衫褲，身形高，好似長期彎腰做慣粗重功夫。巷口冇月光，土地廟嘅紅燈籠光照唔到咁遠，佢成個人浸喺暗影入面，五官模糊不清，淨係隱約見到一個向下彎嘅嘴角，似笑非笑。寒風從門外湧入，帶住一股奇怪嘅氣味，似檀香，又似濕透嘅泥土味，纏纏繞繞，揮之不去。細路，新年好意頭，利是攞好。男人把聲沙沙啞，似喉嚨俾沙石磨過。佢遞出一封紅紙包住嘅利是，上面用金漆寫住大吉大利4個字，筆畫工整得過分，似用尺畫出嚟。阿明雙手接過，甜滋滋咁講：多謝阿叔，祝你發財添丁。呢句係成伯教佢嘅過年吉利話，佢背得滾瓜爛熟。男人冇應聲，只係微微手，然後轉身行入黑暗之中。阿明探頭出去望，巷口空蕩蕩，連腳步聲都冇，仿佛嗰個人從未出現過。佢縮返入屋，順手閂埋門，輕匆匆淡揚住封利是跑入廳。阿爺，有人派利是俾我。成伯行出嚟，眉頭皺起，邊個會喺年30晚咁夜上門派利是？村裏面有派利是習慣嘅長輩，通常初一朝早先出動，夜晚派利是係犯忌諱嘅。老一輩講，
夜晚出門嘅唔係人，係過路客。佢接過阿明手上封利是，黏一黏，入面似係一張銀紙，厚度啱啱好，封口用漿糊黏實，金漆字摸上去微微凸起，同普通利是封冇乜分別。成伯猶豫片刻，見阿明開心到跳跳紮，唔想掃個孫嘅興，就將利是還返俾佢。收好啦，聽日阿爺帶你去墟市買糖還。阿明歡天喜地將利是攝入枕頭底，爬上床攬住細妹瞓覺。成伯坐喺廳堂，心入面總係有啲唔踏實。佢行到門口，拉開條門縫睇出去，巷口嘅石板地乾爽乾淨，冇腳印，冇水漬，連一片落葉都冇。佢閂反門，加多一道橫閂，又將灶頭上面嘅鹽盅擺喺門檻側邊。老規矩，鹽可以辟邪。做完呢啲，佢先返房合眼瞓一陣。年初一朝早，雞啼第三片，成伯起身開門燒炮仗，一串紅炮仗喺門口啪啪炸開，紅色紙屑飛到滿地都係，煙火未沖散咗半夜嘅寒氣。隔籬三嬸推開窗，笑住同成伯拜年：成伯身體健康啊，今年風車轉唔轉得喐啊？成伯笑住回禮，又俾咗2封利是俾路過嘅細路。一切如常。杏花道嘅年初一同往年冇分別，祠堂嗰邊傳來鑼鼓聲，有人開始舞獅，直到阿明起身，哇！一聲淒厲嘅哭喊從房入面傳出，尖到幾乎刺穿瓦頂。成伯手中嘅炮仗跌落地，衝入房，見到阿明企喺床邊，成塊面白過牆灰，雙手轟開幾張黃白色嘅紙，成個人向後退到貼住牆角，嘴唇震到合唔埋。細妹亞珍俾佢嚇醒，跟住一齊大喊。成伯行近一睇，心臟即刻落噔一下，地下散落嘅係一沓剪成銀紙形狀嘅粗糙草紙，黃白斑駁，邊緣剪得參差不齊，每張紙上面都用紅砂畫滿密密麻麻嘅符咒紋路，似字非字，似畫非畫，一圈搭一圈，體內咗令人頭暈眼花。空氣中彌漫住一陣濃烈嘅檀香味，嗰種甜膩到槍鼻嘅氣息，同尋晚開門嗰陣聞到嘅一模一樣。阿明指住地下啲紙，喊到聲都拆。尋晚明明係銀紙嚟㗎，我親眼睇到嘅，銀號寫住廣昌銀號㗎。佢越講越驚，縮埋喺成伯身後，雙手死死揸住成伯件衫。成伯蹲低身，小心翼翼撿起其中一張紙，紙質粗糙，一摸就知係最平嗰種拜山用嘅草紙，上面嘅沙符咒畫得極其細密，似用極幼嘅毛筆一筆一畫描出嚟，筆鋒凌厲，每條線都收尾帶勾。佢活咗60幾年，拜山拜祠堂見過無數名紙，但從未見過呢種畫滿符咒嘅款式。尋晚佢親手拈過封利是，入面明明係一張硬挺嘅銀紙，點會過咗一晚就變成陰司名紙？仲要憑空多出咁大陣檀香味。阿蘭抱住阿珍衝入房，一見到地下啲名紙，即刻嚇到面無血色，將2個細路攬到實一實，聲音顫到幾乎聽唔清。老爺，呢啲係邊度嚟㗎？成伯未答。門口已經聚集咗一班鄉親，炮仗聲停咗之後，阿明嗰一喊聲得半條村都聽到。隔籬三嬸第一個衝到，伸個頭入房一睇，即刻拍大髀，哎呀，陰司紙！邊個咁大膽將陰司紙帶入屋？佢呢一叫，巷口陸續有人湧過嚟，賣魚勝、賣豬強、補鞋漿，甚至連祠堂嘅廟祝九叔公都俾人扶住行到門口。成伯屋企逼滿人，個個伸長頸望入房。見到一地畫滿沙嘅名紙，無一例外面色就變。三嬸口最快，尋晚有冇人敲門？我瞓到半夜，好似聽到卜卜聲。阿明叔喺成伯身後，細聲講：有個着黑衫嘅阿叔派利是俾我。呢句話一出，全場靜晒。過年30晚，一個陌生人上門派利是，然後利是變名紙，呢件事已經唔係邪門2個字可以形容。賣魚勝首先出聲，年30晚邊個敢上門派利是？分明係孤魂野鬼等緊替身。賣豬強接話：我舊年去省城賣豬，聽人講有種叫引路錢嘅邪物，專門呃細路接咗就會俾鬼跟住。補鞋將縮一縮頸，唔好亂講。或者係邊個整蠱細路咋？九叔公撥開人群行入房，佢70幾歲，鬚髮皆白，係杏花道最老嘅廟祝，掌管土地廟30年，村入面所有紅白義士都經佢手。佢唔出聲，先撿起一張名紙放近鼻之紋，再反轉背面睇沙嘅走勢，眉頭越皺越緊。良久，佢抬起頭，聲音低沉而篤定：呢啲唔係普通名紙，係引路錢，用沙畫嘅係過橋符，
專門燒俾新運過內河橋用嘅。陽間人收咗呢封利是，就等於應承帶鬼過橋。帶鬼過橋，三嬸尖聲問，即係阿明要帶隻鬼去投胎。九叔公搖頭，唔止咁簡單。引路錢一出，代表有冤魂要借路，接利是嗰個魂魄會俾對方慢慢侵蝕，直到佢肯跟住走為止。佢望住成伯，眼神凝重。成伯，你呢排有冇得罪過邊個？或者你屋企有冇人死得唔乾淨？成伯腦海一片混亂，佢行得正企得正，從未同人結怨，屋企上下清清白白。但九叔公嘅話佢信，呢位廟祝從來唔亂講嘢。佢蹲低身，逐張名紙撿起，總共7張，張張畫滿相同嘅沙符咒。佢將名紙搭好，用紅紙包住，交俾九叔公。九叔公，呢啲嘢你幫手睇下，到底係邊路嘅法門？九叔公接過，面色仍然凝重，但冇再講多，淨係點下頭，叫眾人散去，唔好圍埋成村恐慌。人群散咗一半，剩低幾個多嘴嘅婦女仲喺門口咬耳仔。三嬸拉住賣魚勝個老婆，你話會唔會係陳阿婆？佢10年前吊頸死喺後山，怨氣未散㗎。賣魚勝老婆碎佢一口，大年初一唔好講呢啲。陳阿婆死咗咁耐，要搞事早就搞啦。三嬸不服氣，你唔記得舊年7月14，陳阿婆間舊屋有人見到燈着咗。兩人越講越細聲，成伯隱約聽到後山吊頸洪秀鞋幾個字眼，心入面一沉。成伯送走九叔公之後，閂埋門，企喺廳堂中央，望住房入面瑟縮喺床角嘅阿明。阿明收咗封利是，呢個係事實，利是變名紙，呢個都係事實。但成伯唔信鬼怪，佢活咗大半世，見過嘅奸險人比起鬼怪多得多。佢懷疑尋晚嗰個黑衫男人根本係人扮嘅，但問題係邊個會喺年30晚扮鬼派利是？目的又係為咗乜？佢行入房，坐喺床邊，攬住阿明，輕輕拍佢背脊，唔使驚，有阿爺喺度。你話尋晚嗰個人除咗着黑衫，仲有冇其他特徵？阿明喊到打嗝，諗咗好耐，先咁講。佢把聲好沙，好似食咗沙咁。佢遞利是俾我嗰陣，我見到佢隻手好白，白到好似紙紮公仔咁。成伯追問佢行路有冇聲？阿明搖頭冇。佢轉身走嗰陣，我聽唔到腳步聲。成伯再問佢有冇叫你做咩？阿明再搖頭，淨係話新年好意頭，利是攞好。成伯沉思片刻，起身行出廳。佢打開大門，重新檢查門檻兩邊。尋晚擺喺嗰度嘅鹽盅，今朝已經碎成幾片，散喺石板上面，似俾人一腳踩爛。但尋晚成伯閂門之後，屋入面冇人出過嚟，門口亦冇人入過嚟，鹽盅點會自己爛？佢蹲低身，撿起一片碎陶瓷，發覺鹽盅內壁殘留嘅鹽粒上面有一小處黑色嘅灰燼，似燒過嘅紙灰。成伯將紙灰拈起聞一聞，又係嗰陣檀香味。佢心入面漸漸浮起一個念頭：尋晚嗰個黑衫人唔止喺門口派利是，仲入過屋，但門閂冇爛，窗戶冇開，佢點入嚟？成伯企起身，望住屋外灰白嘅天色。年初一嘅杏花道，炮仗聲已經疏落，祠堂舞獅嘅鑼鼓遠遠傳來，聽落有啲失真。巷口幾個細路追逐住玩風車，笑聲尖銳，一切看似平靜，但成伯知道佢屋企已經俾一樣嘢盯上咗。佢望反房入面，阿明攬住細妹又瞓着咗，面上淚痕未乾，眉頭緊鎖，似發緊噩夢。成伯行出門口，企喺石板路上面，望住土地廟嗰兩盞紅燈籠。佢心入面做咗一個決定，等過完年初二，佢要親自去揾九叔公問清楚引路錢嘅來歷，然後逐家逐戶打聽，揾出尋晚嗰個黑衫男人嘅蛛絲馬跡。佢唔信邪，但佢信人心，呢件事一定有人喺背後搞鬼。佢轉身入屋，閂埋門之前，眼角餘光掃過門口石階側邊嘅泥地，見到半個模糊嘅腳印，腳印好淺，似有人輕輕點過地面，但形狀奇怪，5隻腳趾清晰分明，似赤腳踩出嚟，而且腳趾長過常人好多，中間3隻幾乎一樣長。成伯蹲低身用手指量一量，心頭一諗，呢個腳印唔似人腳。佢抬起頭望住巷口盡頭，嗰度空無一人，得返一陣風吹過，捲起地上幾片紅色炮仗紙屑。轉眼又落返地，成伯閂埋門，加多一道橫山，將鹽盅碎片掃走，重新裝滿一盅鹽擺喺門檻側邊。佢行入房，坐喺阿明床頭，一手揸住阿明嘅手，一手揸住阿珍嘅手。兩個細路嘅體溫傳過嚟，
暖粒粒，但成伯心入面凍過年初一嘅井水。年初二，杏花道冇半點過年氣氛。本來應該係出嫁女回娘家嘅日子，村口榕樹頭卻冷冷清清，得返幾隻餓狗喺度爭食燒肉骨頭。成伯屋企門口嗰把桃木劍係初一晚黑九叔公親自掛上去嘅，話可以鎮宅擋煞。結果今朝天未光，成伯起身開門，就見到桃木劍斷成兩截，平平整整跌喺門檻兩邊，斷口光滑到似比利都切開。最詭異嘅係劍尖直指屋內，好似指引緊某樣嘢入屋。成伯撿起兩截斷劍，手都震埋。九叔公講過，桃木劍斷代表對方道行高過鎮物，普通法寶擋唔住。佢將斷劍收埋，唔敢俾阿蘭同細路睇到，淨係叫佢哋鎖實房門，除咗去廁所，唔准踏出廳堂半步。但怪事唔止一單。年初二朝早，隔籬艇戶林掃上嚟成伯屋企借火種，話佢屋企灶頭尋晚半夜無端端熄咗，晨早流流點唔着。林掃企喺門口，面色青白過年初一嘅年糕，雙手不停絞住三角。成伯幫佢點着火引，林掃接過嗰陣，忽然細細聲講：成伯，我尋晚都遇到古怪嘢。成伯心一沉，叫林掃入廳坐低講。林掃係杏花道最老嘅艇戶之一，老公10幾年前出海打魚沉咗船，從此冇返過嚟。佢一個人湊大個仔阿九，靠織網同幫人洗衫為生，性格硬淨，平時唔會大驚小怪，但呢一刻佢成個人都縮埋一嚿，好似老咗10年。尋晚半夜，阿九突然喊醒，話有個黑衫人企喺床頭派利是俾佢。我以為佢發噩夢，拍醒佢嗰陣，佢手上面真係揸住一封紅紙利是。林掃講到呢度，聲都變晒。我打開一睇，入面又係嗰啲畫滿紅字嘅陰司紙。我嚇到即刻將封利是掟入灶頭燒咗，但燒完之後，成間艇都係檀香味，到依家都未散。成伯問阿九有冇收，林掃搖頭。我見到嗰陣，佢已經揸住喺手，應該係接咗。成伯追問阿九尋晚有冇開過門，林掃話絕對冇。我鎖實晒門窗，阿九瞓喺我隔籬，一步都冇離開過我視線，但封利是就係憑空出現喺佢枕頭邊。成伯即刻叫林掃帶阿九過嚟。阿九今年7歲，同阿明成日一齊玩，兩個細路老友鬼鬼。佢企喺成伯面前，面色蠟黃，眼神呆滯，同平時跳跳扎嘅樣判若兩人。成伯蹲低身問佢：阿九，你記唔記得尋晚個黑衫人點樣派利是俾你？阿九遲鈍咁抬起頭，想咗好耐，先木木咁講：佢冇敲門，我擘大眼就見佢企喺床頭。佢話：你同阿明一齊嚟陪我個仔玩。成伯背脊一寒，阿明同阿九兩個細路都收到利是，而且黑衫人講嘅說話係一齊嚟陪我個仔玩，即係佢嘅目標唔止一個細路，而係成杏花道所有合乎某種條件嘅細路。成伯即刻問阿九：佢個仔係邊個？你有冇見過？阿九搖頭，然後忽然打咗個冷震，細細聲講：佢話佢個仔住喺河底，要人陪。林掃聽到河底兩個字，即刻軟咗半邊身，扶住門框先企得穩。河底呢兩個字喺杏花道係禁忌，舊時年年都有細路玩水浸死，老一輩都話河底有水鬼揾替身。但呢幾年村裏面管得嚴，已經好耐冇聽過細路出事。依家黑衫人直接話佢個仔住喺河底，即係呢件事同水有關。消息傳開，年初二下晝，成伯屋企又逼滿人。今次唔止三姑六婆，連村長發叔都帶住兩個族老行到。發叔全名何永發，50出頭，係杏花道嘅村長兼族長，掌管祠堂同公田，村入面所有大事小事都要經佢點頭。佢平時好少理呢啲神神化化嘅事，但今次兩個細路同時收到明紙利是，已經超出佢可以坐視不理嘅範圍。發叔睇完成伯收集嘅明紙，又聽完林掃嘅講述，面色黑過鑊底。佢沉吟片刻，開口第一句就令全場靜晒：成伯，你記唔記得23年前你二哥成阿福個仔成阿財點樣死嘅？成伯面色一變，佢梗係記得。23年前，二哥個仔阿財5歲，年30晚收咗封利是，之後大病一場，拖到正月15就夭折。3個月後，二哥喺後山跌死。呢件事當年震動成條村，但因為二哥生前同村裏面啲人關係麻麻，好快就俾人淡忘。成伯以為呢件事同今次冇關，點知發叔會忽然提起。發叔繼續講：當年阿財收利是嘅事，我親眼見過。
嗰封利是入面嘅名字，同你手上呢幾張一模一樣。黃白草紙，紅沙畫滿符。當年九叔公都話過係引路錢，但佢嗰陣道行未夠，睇唔出背後嘅路數。後來你二哥死咗，件事就不了了之。依家相隔23年，同樣嘅利是又出現，仲要一次過派俾兩個細路。你話呢件事會唔會係巧合？成伯手心冒汗，佢一直以為今次嘅事係新鮮嘅邪門嘢，從未聯想到二哥身上。但發叔一提，佢即刻記起當年二哥死前嗰排，成日精神恍惚，口中念念有詞，話佢返嚟揾我對唔住佢之類嘅說話。當年成伯以為二哥係因為喪子之痛搞到精神錯亂，依家諗返轉頭，或者二哥根本係知道啲內情。發叔，你意思係今次派利是嘅人同23年前係同一個？成伯問。發叔點頭，就算唔係同一個人，都一定係同一路嘅嘢。你二哥當年喺省城做買辦，識得三教九流，得罪過邊個，欠過邊個？你作為細佬，知唔知？成伯搖頭。二哥成阿福性格孤僻，好少同屋企人講心事，佢喺省城嘅事，成伯所知極少。圍觀嘅鄉民開始議論紛紛，賣魚勝忽然插嘴。我聽省城返嚟嘅人講，舊時西江尾山尾洲有個神婆，專幫人做問米，後來個女頭剛死咗，神婆就失蹤咗，會唔會同呢件事有關？三嬸即刻接話，神婆個女，我好似聽過，嗰個女仔姓陳，當年同成阿福行得好埋㗎。呢句話一出，眾人目光全部集中喺成伯身上，成伯面色難睇到極，佢完全唔知二哥同咩神婆個女有來往。但三嬸呢個人最中意搬弄是非，佢講嘅嘢有時真有時假，信唔過。成伯正想出聲反駁，九叔公忽然從人群後面行出嚟，手執一串佛珠，面色比尋日更加凝重。三嬸講得冇錯。九叔公一開口，全場即刻靜晒。陳秀蓮，沙尾洲神婆陳氏嘅獨女，23年前投江自盡，死時懷有5個月身孕。佢阿媽陳神婆因為傷心過度，幾個月後亦都過身。當年有傳聞話陳秀蓮嘅死同成阿福有關，但冇人拎得出證據，件事就壓落咗。成伯如遭雷劈，佢從來唔知二哥有呢段熱債。九叔公續道，當年我年紀尚輕，未夠道行處理呢啲陰陽債，只能夠睇住阿財病死，阿福跌死。但依家利是再現，仲要變本加厲，一次過派2個細路，即係陳秀蓮嘅冤魂等咗23年，終於等到呢個甲子嘅機緣。發叔皺眉，即係點？九叔公黏住佛珠，一字一句講：陳秀蓮投江嗰陣，魂魄連同腹中胎兒一齊沉入河底，胎兒未出世就死，怨氣極重，要投胎必須揾一個陽間細路做引路，由細路親手接過佢嘅利是，等於答應帶佢過橋。但一個細路嘅陽壽有限，帶唔到2個魂魄過橋，所以佢要揾2個，甚至3個細路，先夠力送佢母子一齊走。阿蘭聽到呢度，終於忍唔住喊出聲，即係話阿明同阿九都會死。九叔公搖頭，唔一定會死，但魂魄會逐漸被侵蝕。收咗利是之後，細路會開始發燒、發烏夢、講翳語，直到佢哋嘅魂魄完全被胎兒嘅魂魄取代。到嗰陣，你哋見到嘅細路只係一具空殼。林素即刻跪低，拉住九叔公隻手。九叔公，你救下阿九啊！佢係我唯一嘅仔啊！九叔公扶起林素，嘆口氣，解法唔係冇，但要揾到陳秀蓮嘅屍骨，將佢同佢個仔嘅魂魄超度，等佢哋入土為安。問題係陳秀蓮投江之後屍首失蹤，從未揾到過。成伯聽到呢度，忽然記起尋晚嗰個腳印，5隻腳趾清晰分明，中間3隻一樣長。佢問九叔公：水鬼嘅腳印會唔會同人唔同？九叔公面色一諗：你見過？成伯將門口石階側邊嘅腳印講出嚟。九叔公聽完，面色白過紙，長腳趾，3指齊平，係水鬼嘅特徵。佢尋晚唔止派利是，仲踩過你屋企門口，呢個代表佢已經鎖定咗你哋間屋，隨時會再嚟。全場嘩然。三嬸第一個縮到門口，咁我哋會唔會有事㗎？佢會唔會派利是派到我哋屋企？賣魚勝話：關你咩事？人哋揀嘅係細路，你屋企又冇細路。三嬸碎佢：我外孫年初3返嚟拜年㗎。萬一發叔舉手制止眾人吵鬧，佢望住成伯，語氣變得嚴厲：成伯，你二哥當年嘅事，你作為細佬，究竟知幾多？陳秀蓮係點樣同你二哥來往？
佢點解會投江？你最好老老實實講出嚟，唔好累埋成條村嘅細路。成伯有口難言，佢真係乜都唔知。二哥從來唔同屋企人講心事。佢喺省城做買辦嗰幾年，每年返嚟2-3次，每次逗留幾日就走，從未帶過任何朋友返屋企，更加冇提過咩陳秀蓮。成伯甚至連呢個名都係今日先第一次聽。但發叔同全場鄉民嘅目光，分明覺得佢喺度隱瞞。我真係唔知。成伯重複咗3次，但冇人信。三嬸喺旁邊涼薄咁講，自家二哥嘅事都唔知，邊個信啊？分明係成家做咗虧心事。依家報應落喺細路身上，呢句話似都插入成伯心口。佢抬頭望住三嬸，目光凌厲。三嬸即刻縮返後面，唔敢再出聲。九叔公打完場，成伯唔知都正常。當年成阿福性格孤僻，唔同屋企人講私事，但依家線索太亂。陳秀蓮、水鬼腳印、引路錢、2個細路收利是，仲有23年前嘅舊事，全部搞埋一。我建議年初3之後，成伯親自去沙美洲打聽下陳秀蓮嘅底細，睇下有冇當年嘅鄰居仲記得佢。至於阿明同阿九，暫時搬去祠堂住，祠堂有祖先靈位鎮住，水鬼唔敢埋身。發叔同意九叔公嘅建議，吩咐2個族佬幫手安排阿明同阿九搬去祠堂。林素千恩萬謝，攬住阿九跟族佬行出去。成伯望住阿明俾人帶走，個心好似俾人挖走一忽。阿明行到門口，忽然回頭望住成伯，雙眼空洞咁講咗一句：阿爺，佢話今晚再嚟，叫我去河邊等佢。成伯衝上前攬住阿明，大聲問：邊個話？幾時話嘅？阿明迷茫咁搖頭：我唔知，我淨係聽到把聲喺我腦入面講。成伯抬頭望住九叔公，九叔公面色鐵青，淨係講咗2個字：快走。族佬帶走阿明之後，成伯企喺空蕩蕩嘅廳堂，望住門口嗰2截斷劍同碎鹽鐘，心入面嘅疑惑同恐懼交織成一個死結。佢決定聽日天光就撐艇去沙美洲，就算要掘地3尺，都要揾出陳秀蓮嘅來龍去脈。佢行出門口，望住暮色中嘅西江，水面平靜如鏡，但佢知道水底下有一雙眼睛，正喺度等緊夜晚降臨。年初3，杏花道落起綿綿凍雨，天色灰蒙蒙似浸咗蜜嘅舊棉胎。成伯天未光就起身，將尋晚準備好嘅乾糧、火石同2件衣紮成一個包袱，趁阿蘭同細妹仲瞓緊，靜靜雞推開後門行出去。佢唔想驚動任何人，尤其係發叔。尋日發叔當眾質問佢嗰番話，擺明對成家已經起咗戒心。如果俾佢知道成伯要獨自去沙美洲查陳秀蓮嘅事，肯定會出聲阻攔。成伯行到河邊，解開自家紙舊木艇嘅纜繩，正準備撐出去，忽然聽到身後有人叫住佢：成伯，等埋我。成伯回頭一睇，係九叔公。佢着住一身灰布道袍，頭戴竹笠，手挽一個藍布包袱，企喺雨入面，面色雖然蒼老，但目光堅定。九叔公，你？成伯愕然。九叔公擺擺手：你一個人去沙美洲，人生路不熟，又唔識啲水上人家嘅規矩，好易碰釘。我跟住你，起碼有啲面。成伯心頭一熱，正想道謝，九叔公已經跳上艇，坐定定喺船頭。行啦，趁雨勢未大，早去早回。2人撐艇逆流而上，西江水面喺凍雨之中泛起無數細碎漣漪，兩岸嘅榕樹同竹叢被雨霧罩住，模模糊糊似一幅褪色嘅水墨畫。成伯用力撐高，九叔公坐喺船頭，一路冇出聲，只係黏住佛珠，口中念念有詞。成伯心入面好多問題想問，但又唔知從邊度問起。撐咗半個時辰，佢終於忍唔住開口：九叔公，你話陳秀蓮嘅事，23年前點解會壓得咁實？嗰陣冇人追究過咩？九叔公睜開眼，嘆一口氣：當年你二哥死得突然，陳秀蓮又冇苦主出頭，沙美洲嗰邊嘅艇戶個個驚嘢事，冇人肯出嚟指證。加上你二哥生前同村裏面幾個有頭有面嘅人來往密切，包括發叔嘅阿爸老村長。嗰陣老村長話：家醜不可外揚，陳秀蓮係外村人，死就死咗，唔好再拎出嚟講，免得敗壞杏花道嘅名聲。所以就咁壓咗23年。成伯心一沉，原來當年嘅事，連村長家族都有份遮瞞。佢問發叔知唔知佢阿爸做過呢啲嘢？九叔公搖頭：發叔嗰陣後生，未必清楚。但佢依家係村長，自然要維護祠堂嘅顏面，所以佢尋日先會逼你啖緊。成伯苦笑，
佢終於明白呢件事由始至終都唔只係鬼怪作祟，仲牽扯到杏花道幾十年嘅宗族權力同人情遮醜。兩人再參半個時辰，沙美洲嘅輪廓終於出現喺雨霧之中。呢條水上村落比杏花道更加破敗，艇戶嘅棚屋密密麻麻懸缸搭建，木板牆經年累月被江水浸泡，發黑發霉，好多間已經傾斜歪倒，靠幾條木柱勉強撐住。煙通冒出嘅炊煙同雨霧攪埋一齊，空氣中彌漫住燒濕柴嘅槍鼻氣味。成伯將艇泊好，同九叔公行上濕滑嘅木棧道，棧道兩邊蹲住幾個喺度洗菜嘅艇戶婦女，見到生面口嘅人，個個抬起頭，眼神警惕。成伯行近一個年約50嘅婦人，客客氣氣咁問：大姊，請問呢度有冇人識得一個叫陳秀蓮嘅人？嗰婦人一聽到陳秀蓮3個字，面色即刻變咗，低頭繼續洗菜。當成伯冇到，成伯再問多一次，婦人索性端起菜籃起身行開，連眼尾都冇哨佢一下。成伯愕然，轉去問另一個後生女仔，後生女仔更加誇張，直接跳起身跑入棚屋，嘭一聲閂埋門。九叔公行前嚟，細聲對成伯講：我話咗你聽，呢度嘅人唔敢講。佢行到棧道盡頭一間較大嘅棚屋前面，敲門3下，用一種古老嘅水上人話講咗幾句成伯聽唔明嘅說話。門開咗一條縫，入面露出一張滿布皺紋嘅老婦面孔。老婦望清九叔公嗰陣，眼神閃過一絲驚訝，然後將門拉開，示意兩人入屋。棚屋入面陰暗狹窄，煙火味同雨腥味混雜。老婦人招呼兩人坐喺竹席上面，斟咗2碗熱薑茶。九叔公同佢用水上人話交談咗一陣，然後轉頭對成伯講：呢位係吳婆婆，陳秀蓮阿媽當年嘅鄰居，亦係秀蓮臨走前最後一個見過佢嘅人。成伯即刻坐直身體，吳婆婆望住成伯，目光複雜，似有憐憫，又似有怨懟。佢用生硬嘅廣府話開口：你係成阿福嘅細佬。成伯點頭。吳婆婆沉默片刻，然後起身行入內室，喺床底拖出一個生鏽嘅鐵盒，鐵盒上面鋪滿灰塵，鎖頭已經是爛。吳婆婆揭開盒蓋，入面有一封殘破嘅書信同一隻銀手續。秀蓮臨走前嘅夜晚，將呢啲嘢交俾我，話如果將來有人嚟揾佢，就將封信俾嗰個人睇。吳婆婆將信遞俾成伯，成伯雙手接過，揭開發黃嘅信紙，上面嘅字跡歪斜顫抖，明顯寫嘅時候情緒激動。佢逐字逐句睇落去：阿福，你走咗3個月，音訊全無。我肚入面嘅 BB 已經5個月，我等唔到你返嚟。我阿媽為咗幫我湊錢，俾人呃晒棺材本，激到病咗，上個月過身。我決定帶住 BB 一齊走，唔會再麻煩任何人。但我恨你，恨你哋成家。我會喺陰間等你，等你哋成家有人落嚟陪我。你唔好以為走得甩。秀蓮絕筆。成伯讀完信，雙手震到幾乎甩咗張紙，信中嘅怨恨直透紙背，每一個字都似用紙夾出嚟。佢終於明白，陳秀蓮嘅死絕對唔係單純嘅投江自盡，而係帶住對成家滿腔嘅恨意赴死。呢份恨意足以支撐佢嘅魂魄喺水底等23年。吳婆婆又指住鐵盒入面嘅銀手續，呢隻手續，秀蓮話係成阿福送俾佢嘅定情信物，佢戴喺手上面從未除過，但佢臨走前晚特登除落嚟交俾我，話呢隻手續有成記2個字，將來要還返俾成家。成伯拎起銀手續一睇，內則果然刻住成記2個字，筆畫同成家祠堂賬簿上面嘅字跡一模一樣。成伯問吳婆婆：秀蓮投江之後，有冇人打撈到佢嘅屍首？吳婆婆搖頭，打撈咗3日，淨係揾到佢着過嘅一件衫同一隻鞋。後來有打魚嘅人話，喺下游杏花道附近見過一具浮屍，但撈起嗰陣已經腐爛到認唔出，我哋就當係秀蓮草草埋咗喺沙美洲嘅亂葬崗。成伯追問有冇開棺驗過，吳婆婆苦笑，邊有錢開棺？嗰陣秀蓮阿媽都死埋，冇人出頭，求其立個土堆就算數。九叔公聽到呢度，忽然開口：嗰具浮屍撈起嗰陣，有冇見到咩特徵？吳婆婆想咗好耐，話聽講嗰具浮屍嘅腳趾好長，中間3隻一樣長。成伯同九叔公對望一眼，兩人心入面同時掠過同一個念頭：嗰具浮屍極可能就係陳秀蓮，而佢腳趾嘅特徵正正同成伯喺門口見到嘅水鬼腳印吻合。成伯將銀手續同信收入懷中，多謝吳婆婆。吳婆婆送兩人出門口嗰陣，忽然拉住成伯嘅手，細細聲講咗一句：後生仔，秀蓮死嗰晚，
我見到佢企喺河邊，對住水講嘢，我以為佢同河神禱告，但佢講嘅係：阿媽，你教過我嘅遊魂術，我今晚就要用，我要將自己同 BB 嘅魂魄鎖入隻手續入面，等將來有人帶我哋過橋。成伯心頭一震，遊魂術將魂魄鎖入手續，呢種法術已經超出普通神婆嘅範疇，而係高深嘅道法。陳秀蓮阿媽到底係乜嘢來頭？成伯再問吳婆婆，但吳婆婆搖頭話唔清楚，淨係知道陳神婆年輕嗰陣曾經喺省城一間道觀修行過，後來不知因咩事還俗返鄉，從此隱居沙美洲做問米神婆。佢嘅道法全村都話高深莫測，但從來冇人見過佢真正出手。成伯同九叔公離開沙美洲，撐艇返杏花道，雨越落越大，江面浪頭漸高，成伯用力撐高，九叔公坐喺船尾，面色沉重，兩人一路冇講嘢，各自消化緊今日得到嘅資訊。成伯心入面反覆諗住吳婆婆嘅話，遊魂術、魂魄鎖入手續、水鬼腳印、23年前嘅浮屍，呢啲線索逐條浮現，但每一條都似斷非斷，串唔埋一齊。接近杏花道嘅時候，天色已近黃昏。成伯遠遠見到岸邊企住幾個人，其中一個身影高大魁梧，正係村長發叔。成伯心知不妙，將艇撐到岸邊，發叔即刻行前嚟，面色黑過鑊底，成口得：你擅自離開杏花道，仲要帶埋九叔公一齊去沙美洲，你當我嘅話係耳邊風？發叔聲音嚴厲，身後兩個族佬亦都面窿窿。成伯解釋：發叔，我去查陳秀蓮嘅事，已經揾到線索。發叔打斷佢：查，你查得出啲乜？你二哥當年嘅醜事要拎出嚟俾全村人笑咩？你知唔知今日下晝阿明喺祠堂又發作，講埋晒啲古怪嘢，搞到其他幾個住喺祠堂嘅細路都嚇到喊。你如果再四圍煽動，我就開祠堂逐你出族。成伯心一涼，阿明又發作，佢即刻問：阿明講咗乜？發叔未出聲，旁邊一個族佬搶住講：佢話河底有個阿姨叫佢落去陪佢個仔玩，仲要起身向河邊行。好彩我哋拉住佢。成伯面色一白，轉身就要去祠堂，俾發叔一手攔住：你唔准去！發叔厲聲道：由今晚開始，阿明同阿九由祠堂嘅人睇住，你同你屋企人唔准靠近祠堂半步，直到呢件事解決為止。成伯瞪大眼：佢係我個孫。發叔冷笑：就係因為佢係你個孫，你先更加要避嫌。你成家惹出嘅禍，唔該你成家自己受，但唔好累埋全村嘅細路。成伯握緊拳頭，指節發白。佢望住發叔身後嗰幾個冷眼旁觀嘅鄉民，個個面上都係你成家抵死嘅表情。九叔公行前一步，想幫成伯講說話，但發叔一個眼神掃過去，九叔公都只好收聲。成伯頹然垂下手，佢知道喺杏花道，村長嘅話就係王法。佢一個窮苦老人，冇田冇地冇權勢，點同祠堂鬥？佢望住祠堂方向，隱約聽到阿明嘅哭聲從風中傳來，但佢連靠近一步嘅資格都冇。夜晚，成伯獨自坐喺廳堂，對住油燈發呆。阿蘭抱住阿珍叔喺房入面，成個屋企靜到落針可聞。成伯從懷中拎出陳秀蓮封信，逐字再睇一次，又拎起隻銀手續，就住燈光反覆摩挲內側嘅成記兩個字。佢忽然發現手續內側除咗成記，仲有一行極細微嘅黑字，要用指甲刮走表面嘅銅鏽先睇到。丙申年7月14子時，丙申年7月14子時，呢個日期正正係中元節正日，即鬼門關大開嘅日子。陳秀蓮將呢個日期刻喺手續入面，絕對唔係巧合。成伯心入面升起一個可怕嘅念頭：陳秀蓮係專登揀喺中元節子時投江，因為呢個時辰陰氣最重，佢嘅遊魂術可以發揮到最大威力，將自己同 BB 嘅魂魄完美鎖入物件入面，等足23年之後嘅同一個中元節先釋放出嚟揾替身。而今年啱啱好又係丙申年，甲子輪迴，23年鬼門開。成伯抬起頭望住窗外漆黑嘅夜空，凍雨已經停咗，但江面傳來隱隱約約嘅水聲，似有人喺水底呼吸。佢將手續握緊，心入面做咗一個決定：聽日佢要獨自去揾一個人，一個佢一直唔敢打擾，但可能係唯一知道全部真相嘅人。村尾坡入面嘅跌打婆三姑，今年90歲，耳聾眼盲，但佢係杏花道最老嘅人，亦都係唯一一個親眼見過23年前嗰封利是嘅生還者。成伯吹熄油燈，黑暗之中，佢聽到河邊傳來一下輕微嘅水花聲，
似有魚躍起，又似有嘢從水底浮出嚟。佢合埋眼，但成晚冇合着過。年初四，天色未光透，成伯已經企喺村尾嗰間塌咗半邊牆嘅泥磚屋前面。凍雨停咗，但地面濕滑，空氣中仲係嗰陣濕泥混草藥嘅氣味。佢抬手敲門，木門發出落落兩聲悶響，入面靜咗一陣，然後傳出一把乾澀似樹皮磨砂嘅老婦聲：邊個？三姑，我係成伯，成家嘅老大，想同你打聽啲舊事。成伯提高聲浪，生怕對方耳聾聽唔清。裏面沉默更長時間，久到成伯以為三姑已經瞓着，正準備再敲門，閂忽然啊一聲拉開，三姑企喺門後，一身灰卜卜嘅粗布衫，滿頭白髮稀疏到見得反頭皮，雙眼蒙上一層白翳，睇落似兩粒混濁嘅玻璃珠，對唔準人，但嘴角牽出一絲怪異笑意。成家，你終於嚟啦！佢側身讓成伯入屋，屋內陰暗潮濕，只有一盞油燈喺角落頭半明半滅，牆角堆滿罌罌罐罐，空氣中當歸、川芎混合霉味嘅氣息濃烈槍鼻。三姑坐喺一張竹椅上面，雙手摩挲住一塊光滑嘅木牌，似係祠堂嘅祖先牌位殘片，上面嘅字已經磨到睇唔清。成伯開門見山，將呢兩日查到嘅事簡單講一次，然後問三姑：23年前你係咪親眼見過阿財收嗰封利是？三姑笑聲似貓頭鷹夜啼，喉嚨發出落落聲，似有痰卡住。我唔止喺現場，嗰封利是仲係我親手撿起嚟燒嘅，但我要你應承我一件事。你先好再追問落去。成伯問乜事？三姑伸出枯枝般嘅手指，指住屋頂。你應承我，無論查到邊一步，都要保住杏花道嘅安寧。呢條村嘅人有啲秘密揭開咗，會收唔返。成伯鄭重點頭。三姑先開始講：23年前嗰年，年30晚落大雪，杏花道百年未遇嘅大雪。嗰晚你二哥個仔阿財開門收咗封利是，第二日就發高燒，我哋請咗3個郎中睇都唔好，拖到正月15子時，煙氣嗰陣，佢房入面忽然充滿檀香味。你二哥衝入去，見到窗口企住一個黑影。成伯追問：黑影係點嘅樣？三姑搖頭。你二哥話：嗰個黑影好似一個女人，挽住髮髻，着住紅繡花鞋，但身形飄忽，轉眼就散。你二哥就係嗰晚開始精神錯亂，成日話要搵個女人報仇，3個月後跌落山崖死咗。佢死前留低一句話：利是唔係派俾阿財嘅，係派俾我嘅。成伯心頭一震，利是派俾二哥，點解一個陰魂要派利是俾成阿福？三姑繼續：你二哥死後，我同幾個長老商量，決定將呢件事壓落去，唔准再提，免得搞得全村不安。我哋燒晒所有關於嗰封利是嘅記載，唯獨九叔公偷偷留低香二字嘅記錄。你二哥生前成日去省城做買辦，識得一個叫陳秀蓮嘅艇戶女仔，2個人行得好埋。但後來嗰女仔突然失蹤，你二哥就返咗杏花道娶妻生仔。我懷疑嗰個黑影就係陳秀蓮。成伯從懷中取出銀手續同陳秀蓮封信遞俾三姑。三姑雖然眼盲，但雙手摸到手續內側嘅黑字，又摸到信紙嘅折痕，面色逐漸變咗。佢摩挲信紙良久，忽然講：呢封信我當年見過。成伯愕然：你見過？三姑點頭。陳秀蓮投江之前幾日，曾經託人帶一封信俾你二哥，但封信俾你二哥當面撕爛咗。呢封應該係佢寫嘅第2封，冇送到你二哥手上，反而落咗喺吳婆婆度。成伯問：二哥當年點解要撕爛封信？三姑冷笑：因為佢心虛，佢呃咗陳秀蓮嘅錢，仲要呃埋人哋嘅感情，見到封信就驚事敗，當然要毀屍滅跡。但你二哥千算萬算，算漏咗陳秀蓮阿媽嘅道行。陳神婆唔係普通問米婆，佢喺省城青雲觀修行過，學嘅係正一派嘅符法術。後來因為犯咗門規，被逐出師門，先返鄉隱居。佢嘅遊魂術係正一派的傳嘅鎖魂訣，可以將活人嘅魂魄暫時抽離肉身，寄託喺器物上面，3日之內歸位就冇事，但超過3日，魂魄就會永遠鎖喺器物入面。成伯聽到呢度，腦海入面嘅碎片終於開始拼湊。陳秀蓮阿媽教識佢鎖魂訣，所以陳秀蓮投江之前，先將自己同 BB 嘅魂魄鎖入銀手續，佢肉身沉江，魂魄留喺手續入面等足23年，等到今年丙申年中元節，鬼門大開，再釋放出嚟揾替身。而成家嘅細路就係佢鎖定嘅目標，但點解要等23年？成伯問。三姑答：鎖魂訣有個規矩，
魂魄鎖入器物之後，必須要等一個甲子入面嘅同一個時辰先可以釋放，否則魂魄會消散。丙申年7月14子時鎖入，就要等到下一個丙申年嘅7月14子時先釋放得出。今年啱啱好係丙申年，仲有大半年先到7月14，但年30晚陽氣最弱，佢可以提前釋放一部分魂魄出嚟派利是，等細路接咗引路錢，到7月14子時再正式過橋。呢個佈局，陳秀蓮籌謀咗23年。成伯聽完背脊濕透，佢問，即係話阿明同阿九暫時唔會有事，要到7月14先。三姑打斷佢，暫時唔會死，但魂魄會逐步俾佢侵蝕。收咗利是之後，細路會開始發燒、發烏夢，聽到把聲叫佢去河邊。每個月嘅初一、15，侵蝕會加劇。到7月14子時，如果仲未解咒，細路嘅魂魄就會完全俾 BB 嘅魂魄取代。成伯急問，點解解咒？點先救到阿明？三姑沉默片刻，然後緩緩講出一句話：要救阿明，必須揾返陳秀蓮嘅屍骨，將手續同屍骨一齊火化，等佢母子魂魄入土為安。但陳秀蓮嘅屍骨喺邊度？冇人知。當年撈起嗰具浮屍，草草埋喺沙美洲亂葬崗，但嗰具到底係咪陳秀蓮？冇人敢肯定。成伯記起吳婆婆講過，嗰具浮屍腳趾長過常人，同佢喺門口見到嘅水鬼腳印吻合。佢問三姑，如果嗰具浮屍真係陳秀蓮，亂葬崗嘅墳仲喺唔喺度？三姑搖頭。沙美洲嘅亂葬崗10年前俾洪水沖過一次，好多墳頭都沖散晒，邊個仲記得邊個葬喺邊度？你就算去掘，都未必掘得返。成伯心一沉，呢條線索似乎又斷咗。但三姑隨後補充，不過我記得當年撈起浮屍嗰陣，漁民喺佢3代入面揾到一塊木牌，上面寫住沙美洲陳氏5個字。嗰塊木牌後來交咗俾你二哥，你二哥收埋喺邊度就冇人知。成伯即刻記起一件事，二哥死後，佢負責執12哥嘅遺物，有一個紅漆木盒點都叫唔開，佢以為係二哥嘅私人物件，就擺返入祠堂嘅儲物角，多年來從未再碰過。嗰個木盒會唔會就係收藏陳秀蓮木牌嘅地方？成伯即刻起身告辭三姑，三姑喺佢身後講多一句，記住你應承我嘅事，無論查到邊一步，都要保住杏花道嘅安寧。但有啲嘢揭開咗就收唔返，你自己諗清楚。成伯衝出泥磚屋，直奔祠堂。佢知道發叔下令唔准佢靠近祠堂，但呢個時候佢顧唔到咁多。祠堂門口有2個後生睇住，見到成伯衝過嚟，即刻攔住。成伯，發叔話咗你唔准入。成伯推開佢哋，我有要緊事，你哋唔好阻我。2個後生死拉住佢，糾纏之間，祠堂入面忽然傳出一陣騷動，有人大喊：阿明又發作啦！成伯不顧一切衝入祠堂，見到阿明企喺祖先靈位前面，雙眼翻白，成個身體僵直，口中不斷重複同一句話：7月14子時，河邊等。7月14子時。成伯衝上前攬住阿明，大聲叫佢個名，但阿明完全冇反應，身體凍過冰，嘴唇泛紫。九叔公從後堂趕出嚟，手中揸住一道黃符，啪一聲貼喺阿明額頭，阿明隨即軟倒，昏睡過去。九叔公扶住成伯，面色慘白，侵蝕加快咗。尋日佢仲只係聽到把聲，今日已經開始自動講出時間地點。再過幾日，佢會半夜起身向河邊行。成伯將三姑講嘅嘢迅速話俾九叔公知，九叔公聽完，即刻叫人去祠堂儲物角揾二哥嘅紅漆木盒。幾個後生喺儲物角翻咗半個時辰，終於喺一堆爛賬簿底下抄出一個巴掌大嘅紅漆木盒。盒面幽嘅漆已經剝落大半，鎖頭生鏽，但依然緊扣。成伯接過木盒，用力一撬，鎖頭啪一聲斷開，盒蓋揭開，入面除咗一塊發黃嘅木牌寫住沙美洲陳氏，仲有一沓用紅繩紮住嘅舊信，同埋一張摺疊整齊嘅泛黃圖紙。成伯打開圖紙一睇，上面用墨線畫住一幅地圖，標示住西江下游某個灣位嘅水深同暗流。側邊用蠅頭小字寫住丙申年7月14子時，沉屍於此。成伯同九叔公對望一眼，兩人面上同時浮現震驚之色。呢幅圖係陳秀蓮投江之前畫低嘅沉屍位置。佢早就預咗有人會嚟揾佢嘅屍骨，所以留低呢幅圖俾成阿福。但成阿福根本冇打開過個盒。成伯將圖紙同木牌收入懷中，正想出聲，祠堂外面忽然傳來一陣急促嘅腳步聲。發叔帶住幾個族佬衝入嚟，
一眼見到成伯手上嘅木盒，面色劇變。你點解會喺度？邊個准你入祠堂？佢行前要搶成伯手上嘅桃子，成伯退後一步，將桃子收好。發叔，我揾到陳秀蓮嘅沉屍位置，只要撈起佢嘅屍骨火化，阿明同阿九就有救。成伯聲音堅定，發叔面色變咗幾變，忽然冷笑：你二哥留低嘅嘢，你都信？佢生前騙騙，留低嘅圖都係假嘅。成伯冇退讓，無論真假，我都要去試。發叔攔喺祠堂門口，一字一句講：你敢踏出祠堂半步，我即刻開族會逐你出成家。全場鴉雀無聲，所有目光集中喺成伯身上。成伯望住發叔，又望住昏迷中嘅阿明，然後抬起頭，目光平靜。發叔，我今日踏出呢度，就冇打算再返嚟。佢攬起阿明，大步向祠堂門口行去。發叔面如鐵青，但最終冇再阻攔。成伯行出祠堂，凍風迎面吹嚟。佢抱緊懷中嘅阿明，另一隻手揸住嗰幅泛黃嘅圖紙，圖紙上面嘅墨線指引住西江下游一個佢從未去過嘅灣位，嗰度水深流急，暗礁密布，杏花道嘅漁民從來唔敢靠近，但成伯知道，佢聽日就要撐艇去嗰度，潛落江底，揾返陳秀蓮嘅屍骨。夜晚，成伯將阿明安頓喺屋企床上，阿蘭同阿珍守喺旁邊，佢獨自坐喺廳堂，就住油燈反覆睇嗰幅圖紙，將每一個標記嘅位置記入腦入面。窗外西江嘅水聲時遠時近，似有若無嘅嬰兒哭聲夾雜喺風中飄過。但成伯已經再冇畏懼，佢吹熄油燈，黑暗之中，佢聽到自己嘅心跳聲，沉穩而有力。聽日佢要同23年前嘅冤魂做一個了斷。年初五，天未光，成伯已經將木艇撐出西江，佢冇話俾任何人知，連九叔公都冇通知。尋晚發叔喺祠堂嗰一幕，已經令佢明白，杏花道冇人會幫佢，個個都驚惹禍上身，個個都寧願閉上眼當睇唔到。成伯唔怪佢哋，窮鄉僻壤，人窮志短，自保係天性，但佢唔可以唔理阿明，嗰個係佢親孫，係佢一手湊大嘅心頭肉，江面風平浪靜。但天色陰沉沉，似要落雨。成伯按住圖紙上面標示嘅位置，一路向下游撐去。圖紙畫得極之仔細，每一個彎位，每一塊暗礁，每一段水深都用蠅頭小字標明。畫圖之人對呢段江面了如指掌。成伯心入面暗暗佩服陳秀蓮，一個帶住肚嘅女人，竟然有咁嘅心機同膽識，喺投江之前將所有細節預先安排好，連後路都留埋。佢唔係一個普通嘅艇戶女仔，佢嘅心智同手段絕對遺傳自佢阿媽嗰個修行過正一派法術嘅神婆。撐咗差唔多2個時辰，成伯終於嚟到圖紙標示嘅位置，西江下游一個名為鬼灣嘅河段。呢度水面看似平靜，但水下暗流洶湧，河中心有一個巨大嘅漩渦，長年累月轉個不停，任何船隻靠近都會俾扯入去。杏花道嘅漁民冇人敢嚟呢度打魚，連路過都會刻意繞道。成伯將艇停喺岸邊，落高試水深，一高插落去，竟然掂唔到底，佢心一沉。呢度水深至少3丈以上，而且暗流扯住竹篙，幾乎脫手。成伯望住漩渦，心入面猶豫咗一陣。佢唔識游水，自細喺水鄉長大，但偏偏係個旱鴨子。佢老豆當年話過，水上人家唔識游水會俾人笑。但成伯細個嗰陣浸過一次，差啲淹死，從此怕水怕到入骨。依家要佢潛落3丈深嘅江底，仲要喺暗流漩渦入面揾一具23年前嘅屍骨。呢件事聽落同送死冇分別，但佢望住圖紙上面嗰行字，丙申年7月14子時，沉屍於此。呢個日期，呢個時辰，陳秀蓮用自己嘅命做賭注，等咗23年。如果佢今日唔落去，阿明嘅魂魄就會喺7月14子時俾人帶走，到嗰陣就算神仙都救唔返。成伯將艇纜綁喺岸邊一棵榕樹根上面，脫去衣同外衫，淨係着住一條單褲，將銀手續同木牌用油紙包好紮喺腰間，深深吸一口氣，然後一躍入水，凍到入骨。年初五嘅江水凍過冰，成伯一落水即刻全身抽搐，幾乎嗆水。佢拼命劃動雙手雙腳，但身體不聽使喚，直線向下沉。暗流從4面8方湧過嚟，將佢扯向漩渦中心。成伯閉住氣，瞪大眼，水中一片渾濁，乜都睇唔清。佢心入面默念阿明個名，逼自己冷靜，放鬆身體，順住暗流方向向下潛。下沉咗好一陣，腳尖終於捉到一層軟泥，
成伯踩實缸底，四圍張望，水底光線極弱，隱約見到一堆堆碎石同枯枝，仲有幾條大魚喺不遠處游過。佢摸住腰間嘅銀手鐲，希望手鐲同陳秀蓮嘅屍骨之間有某種感應。三姑講過，所魂缺所入器物嘅魂魄會同原生嘅殘骸產生共鳴，只要夠近，手鐲會發熱。成伯喺缸底摸索前行，每一步都陷喺淤泥入面，暗流不斷沖刷佢嘅身體，佢肺入面嘅氣越嚟越少，胸口開始發痛。正當佢幾乎要放棄上浮換氣嘅時候，腰間嘅銀手鐲忽然一陣發熱，似有一團火喺皮膚上面燒。成伯順住熱力嘅方向摸過去，見到一堆被泥沙半掩住嘅大石，石縫之間露出一截灰白色嘅物體。成伯由近一睇，心臟狂跳，係一具骸骨。骸骨側身蜷縮喺石縫入面，雙手交搭喺胸前，姿態似抱住一樣嘢。成伯撥開骸骨上面嘅泥沙，見到骸骨腹部位置有一小堆更細嘅骨頭，排列整齊，分明係一個胎兒嘅骨架。陳秀蓮同佢個 BB 23年前沉入呢個缸底之後，從來冇人打撈過，佢哋就一直留喺呢度，喺暗流同泥沙之間等足8000幾個日夜。成伯眼眶一熱，正想伸手去捧起骸骨，腰間嘅銀手鐲忽然劇烈震動，熱度就升到燙手。同一刻，水底嘅暗流猛然加劇，一股巨大嘅力量從漩渦中心湧出，將成伯成個人扯向缸心。成伯拼命抓住石縫，但暗流嘅拉力大到驚人，佢嘅手指逐條被扯開。危急關頭，佢見到骸骨交搭嘅雙手之間夾住一樣紅色嘅物體，又係一封利是。成伯伸手去冚嗰封利是，指尖剛觸到紅紙，暗流忽然靜止，水底恢復平靜，仿佛啱啱嘅巨浪從未出現過。成伯抓住機會，用盡最後一口氣，將骸骨同利是一齊攬入懷中，雙腳猛力蹬向缸底，向上浮去。浮出水面嗰一刻，成伯大口喘氣，凍到牙關打戰。佢單手攬住骸骨，單手划水游向岸邊，爬返上艇嗰陣，成個人攤喺艇底，連喐嘅力氣都冇。但佢懷中緊緊攬住嗰堆白骨，一滴都冇鬆手。休息咗一炷香時間，成伯先勉強坐起身。佢將骸骨輕輕放喺艇頭，用衣蓋住，然後打開嗰封從骸骨手中攞到嘅利是。利是封已經被水浸到發脹，但金漆字依然清晰，大吉大利。佢打開封口，入面冇名字，而係一張摺疊整齊嘅黃紙，上面用沙寫住幾行字。成伯認得呢種字跡，同陳秀蓮封信一模一樣，歪斜顫抖，似用盡最後力氣寫成：多謝你嚟帶我走，我等咗23年，等到嘅唔係成阿福，而係佢細佬。天意如此，我認，但我個仔冇錯，佢只係想投胎做人。請你將我哋一齊火化，骨灰撒入西江，等我哋嘅魂魄隨水流去，再唔留戀陽間。至於你個孫，收咗利是之後嘅7日內，每日用糯米水同佢洗面，洗足7日，魂魄就會歸位。記住，7日，一日都唔可以斷。陳秀蓮絕筆。成伯讀完，淚水奪眶而出。佢終於明白，陳秀蓮由始至終都唔想害人，佢只係一個被拋棄嘅可憐女人，帶住一個未出世嘅 BB， 走投無路之下，先選擇用鎖魂訣將自己同 BB 困喺水底，等一個可以帶佢哋離開嘅人。佢派利是，唔係為咗報仇，而係為咗引起成家嘅注意，等有人肯潛落水底揾佢哋嘅骸骨，幫佢哋入土為安。但佢太恨成阿福，所以將利是派俾成家嘅細路，因為只有咁樣，成家先會逼住出手。成伯將黃紙摺好收入懷中，撐艇返杏花道。佢一邊撐，一邊諗翻呢幾日發生嘅所有事。二哥嘅薄情，陳秀蓮嘅絕望，三姑嘅隱瞞，發叔嘅阻攔，九叔公嘅暗中幫助，吳婆婆嘅鐵盒，三姑嘅往事，以及水底嗰封利是，每一條線索終於串埋一齊，完整嘅真相浮出水面。佢心入面對陳秀蓮再冇半點恐懼，只剩低同情同愧疚。但當佢撐到杏花道岸邊嗰陣，見到嘅情景令佢心頭一諗。岸上企滿人，發叔帶住10幾個後生，手持鋤頭同扁擔，一字排開攔住佢嘅艇。發叔面色鐵青，指住成伯艇頭嗰堆白骨大嗌：成口德，你竟然真係去掘屍！你知唔知呢個係大不敬？祠堂嘅祖先會降罪落成條村。身後嘅鄉民群情洶湧，有人跟住大嗌掘屍會招災，成家害死我哋，將佢逐出杏花道。成伯企喺艇上面，面對成岸黑壓壓嘅人群，佢冇退縮，佢將陳秀蓮封信大聲讀出嚟，讀到我個仔冇錯，
佢只係想投胎做人嗰句。岸上嘅聲音忽然靜咗，幾個婦女開始低聲抽泣，連發叔身後嘅後生都垂下鋤頭。成伯望住發叔，一字一句講：陳秀蓮等咗23年，淨係等一個人帶佢走，佢從來冇害過人，害佢嘅係我二哥，係我哋成家，係當年所有視而不見嘅人。你哋要逐我出族，我冇話講，但你要俾我火化呢副骸骨，俾佢母子入土為安。發叔面色變咗幾變，最終冇出聲。佢身後嘅族佬扯住佢衫袖細細聲講咗幾句。發叔終於揮一揮手，示意後生讓開。成伯撐艇上岸，攬住骸骨行過人群，所有人自動讓出一條路。佢行到河邊空地上面，堆起乾柴，將陳秀蓮母子嘅骸骨同銀手鐲一齊放上去，點火，火焰升騰，檀香味彌漫開嚟，濃烈到槍鼻。成伯跪喺火堆前面，合埋眼，心中默念：秀蓮，帶埋你個仔安心走啦，下世穩護好人家，再唔好遇着成家嘅人。火焰之中，隱約見到一縷青煙上升，煙霧之中似乎浮現兩個模糊嘅人影，一個女人攬住一個嬰兒，向成伯微微點頭，然後隨風消散。成伯再睜開眼嗰陣，火堆已經燒盡，骨灰隨風飄散，落入西江。江面忽然泛起一陣金光，轉瞬即逝。岸上圍觀嘅鄉民無一人出聲，個個低頭合掌。成伯起身返屋企，阿明正喺床上發燒翳乳。成伯按照黃紙上面嘅指示，用糯米水同阿明洗面。阿明嘅體溫逐寸逐寸降返落嚟，翳乳聲漸漸消失，呼吸變得平穩。成伯守喺床邊，一夜冇合眼。第二日朝早，阿明睜開眼，望住成伯，叫咗一聲阿爺，聲音清亮，眼神清澈，同病之前一模一樣。成伯攬住阿明，老淚縱橫，但佢心入面清楚，呢件事雖然告一段落，但杏花道嘅暗湧仲未平息。果然，年初七，發叔派人送嚟一封族書，上面寫住：城口德善自掘屍，驚動祖先，按族規逐出城氏宗族，即日起不得再入祠堂，不得參與族中任何祭祀。成伯睇完，笑一笑，將族書接好收埋。佢望住窗外嘅西江，江水滔滔流向遠方。佢知道，從今以後，佢同杏花道嘅緣分已經斷咗大半，但佢唔後悔。年初七過後，杏花道表面上恢復咗平靜，阿明嘅燒退晒，精神一日好過一日，仲同細妹阿珍喺門口剝金食，笑聲重新響返起。林素跟住成伯嘅方法，每日用糯米水同阿狗洗面，洗到第3日，阿狗已經唔再發噩夢，夜晚亦唔會再聽到把聲叫佢去河邊。兩戶人家嘅劫難，似乎真係隨住陳秀蓮母子嘅骨灰撒入西江而煙消雲散。但成伯心入面清楚，呢件事仲有好多疑點未解。二哥留低嗰個紅漆木盒入面嘅圖紙同木牌，點解會咁啱收藏得咁妥當？三姑當年點解會咁清楚所雲缺嘅細節？最關鍵嘅係發叔嘅反應太過激烈，由頭到尾佢唔只係阻止成伯查落去，而係好似驚某啲嘢會俾人揭開。年初七送嚟嗰封逐出族書，更加係欲蓋彌彰，急到連續會都唔開就直接寫落紙。成伯將呢啲疑惑擺喺心入面，冇同任何人講。佢知道呢條村嘅水遠比西江更深。年初八，九叔公突然上門，佢面色憔悴，似幾晚冇瞓，手中揸住嗰本發黃嘅《鄉義志》，一入門就坐低，打開書頁指住其中一段俾成伯睇。成伯就住燈光一睇，係一段佢之前冇留意到嘅蠅頭小字，寫喺23年前記錄利是事件嗰頁嘅夾縫入面，用極細嘅筆跡補充：是年2月，村長何氏密誤成阿福於祠堂，以銀300兩事，後成阿福暴斃，何氏監口。成伯心頭一跳，何氏即係老村長發叔嘅阿爸，密誤二哥，以銀300兩，300兩呢個數目正正就係陳秀蓮阿媽嗰筆養老金，亦都係二哥從陳秀蓮手上呃走嗰筆錢。原來當年二哥呃錢，老村長係知情人，甚至可能係參與者。成伯追問九叔公呢段字邊個寫嘅，九叔公低聲答：當年寫呢本字嘅鄉中長老就係三姑嘅家公，佢死之前將本書交俾我，特別吩咐我留意呢段夾字。佢話成阿福嘅死唔只關陳秀蓮事，仲牽涉到村長家族嘅一筆糊塗賬。成伯即刻起身，同九叔公一齊去揾三姑。三姑今次冇再隱瞞，聽完九叔公嘅話之後，沉默好耐，然後緩緩講出一段塵封更久嘅往事。你二哥當年爛賭，欠落省城大耳窿嘅債，利搭利，
滾到過千兩。佢向老村長借錢，老村長話冇咁大筆現錢，但可以介紹一個方法。沙美州陳神婆手上有一筆積蓄，係佢幾十年做問米儲落嘅養老金。如果你二哥可以呃到嗰筆錢過嚟，老村長同佢議一添作五，一人一半，你二哥走投無路。當然應承。佢用婚約做藉口，呃咗陳秀蓮嘅錢，還清賭債之後，剩低嘅300兩，老村長攞走150兩，你二哥留150兩，但老村長怕事敗，逼你二哥簽咗一封認罪書，話如果將來東窗事發，所有責任由你二哥一個人孭。成伯聽到呢度，拳頭揸到落聲，原來二哥唔止係薄情，仲係一個被人利用嘅棋子。佢呃陳秀蓮，背後有老村長嘅推手。而老村長當年作為一村之長，竟然為咗150兩，眼睜睜睇住一個大肚女人投江，然後仲要將件事壓落去，抹乾淨所有痕跡。咁二哥點解會跌死？成伯問。三姑苦笑，佢俾陳秀蓮嘅冤魂嚇到精神錯亂，固然係原因，但更加重要嘅係佢手上揸住老村長逼佢簽嘅認罪書。佢死之前幾日曾經同我講，話老村長派人嚟威脅佢，如果佢唔將認罪書交出來，就會搞到佢成家冇運行。你二哥雖然爛賭，但佢仲有良知，佢唔想連累你哋，所以將認罪書連同陳秀蓮嘅遺物一齊鎖入個紅漆木盒，然後佢選擇咗死。佢係自己跳落山嘅，唔係失足。成伯如遭雷劈，佢一直以為二哥係俾冤魂嚇死，原來二哥係俾人逼死。老村長為咗封住二哥把口，逼到一個走投無路嘅人選擇自盡，而二哥臨死之前，將所有證據鎖入木盒，等將來有人打開，就會知道真相。木盒入面嘅圖紙同木牌係二哥自己放嘅。成伯問。三姑點頭。佢死前一日將個盒交俾我，話如果將來成家有人遇到同樣嘅利是，就將盒交俾嗰個人。佢話陳秀蓮嘅冤魂一定會返嚟，因為佢哋母子仲沉喺缸底，未入土為安。佢畫低咗沉屍位置，等後人可以打撈。佢知道呢個係佢欠陳秀蓮嘅。成伯坐喺凳上面，久久講唔出話。佢一直以為二哥係一個薄情嘅騙子，原來佢臨死之前用自己條命換取咗陳秀蓮母子最終嘅解脫。佢死咗之後，老村長以為件事完結。20年後老村長過身，由發叔接任村長。發叔可能知道少少內情，但未必知道全部。佢之所以極力阻止成伯查落去，好大機會係因為佢驚老豆嘅醜事曝光，影響佢嘅村長地位。九叔公嘆一口氣，成伯，你二哥雖然做錯事，但佢最終用命填反條數。依家陳秀蓮母子已經入土為安，你二哥嘅債都算還清，但老村長當年吞過150兩，到死都冇人追究過。呢筆債你仲要唔要追？成伯沉默良久，佢望住窗外嘅西江，江水依然滔滔。陳秀蓮嘅骨灰已經隨水流走，二哥嘅冤魂亦都應該安息。如果再追究老村長嘅舊事，唔單止會掀起杏花道嘅宗族風波，仲會連累發叔同佢成家人。發叔雖然強硬，但佢只係一個維護父輩顏面嘅後人，本身未必有咁大嘅罪孽。唔追啦。成伯最終講出呢3個字。二哥嘅債佢自己還咗，老村長嘅債等佢落陰間同陳秀蓮慢慢算。我哋活人要過活人嘅日子。三姑聽到呢句，面上露出欣慰嘅笑容。佢從懷中掏出一封舊信，遞俾成伯。呢封係你二哥死前一日寫嘅遺書，佢叫我喺適當時機交俾你。依家時機到咗。成伯接過信，揭開一睇，上面嘅字跡雖然潦草，但句句真切。細佬，當你睇到呢封信嘅時候，我應該已經走咗。我對唔住秀蓮，對唔住佢阿媽，對唔住成家。我爛賭成性，害人害己，死有餘辜。但我最對唔住嘅係你，你一直當我係好二哥，我卻從來冇盡過做阿哥嘅責任。我留低個盒，入面有秀蓮嘅沉屍位置。你將來如果遇到怪事，就跟住圖去揾佢，幫佢入土為安。至於老村長嘅事，你唔好再追究，佢嘅債我會帶落陰間。你好好湊大阿貴，好好湊大啲孫，成家嘅香火靠你。二哥絕筆。成伯讀完信，淚水一滴一滴落喺紙上面。佢將信接好，收入懷中，貼住心口位置。呢個二哥，佢恨咗23年，到頭來發現佢只係一個可憐嘅爛賭鬼。臨死之前用僅餘嘅良知做咗最後一件好事，離開三姑屋企嗰陣，天色已近黃昏。成伯同九叔公行過村中石板路，
路過祠堂門口，見到發叔企喺石階上面，目光複雜但望住佢哋。成伯停低腳步，同發叔對視片刻，然後微微點頭，繼續行過去。發叔忽然喺背後開聲：成伯，嗰封續書我會收翻。成伯停步，但冇回頭，佢淨係講咗一句：發叔，祠堂嘅祖先牌位，你有時間抹下塵，上面啲名有啲寫嘅時候未必乾淨。講完，佢繼續行，腳步穩健。夜晚，成伯坐喺廳堂，阿明同阿珍喺房入面玩緊，笑聲隔住牆傳出嚟。成伯摸住心口嗰封信，又摸住腰間嘅銀手續，佢冇將手續一齊火化，而係留低咗，當做一個記認。佢知道呢件事嘅真相已經完全揭開，二哥爛賭欠債，老村長從中漁利，陳秀蓮含恨投江，二哥被逼自盡。23後利是再現，成伯潛水撈骨火化超度，所有碎片拼埋一齊，完整無缺。但成伯心入面仲有一個疑問：陳秀蓮喺黃紙上面寫嘅7日糯米水洗面解法，佢從未聽過任何人講過，連三姑同九叔公都話唔知。陳秀蓮點會識得呢種解法？除非佢阿媽陳神婆教佢鎖魂訣嘅同時，亦都教埋佢解咒之法，而陳秀蓮由始至終都預留咗後路。佢唔想真係害死任何一個細路。呢個女人恨得徹底，但心入面仲有最後一絲慈悲。成伯吹熄油燈，黑暗之中，佢聽到西江嘅水聲遠遠傳來，溫柔而平靜，似一個女人喺哼搖藍曲。佢合埋眼，終於可以安心瞓一覺。但佢隱約覺得呢件事嘅最後一塊拼圖仲未完全擺好。老村長嗰150兩到底去咗邊？發叔知唔知呢筆錢嘅下落？杏花道祠堂嘅賬簿有冇見得光嘅一日？呢啲問題，成伯決定留俾時間去解答。佢已經做晒佢可以做嘅事，其餘嘅就等天意。正月15，杏花道迎嚟年後第一個滿月，祠堂門前掛起大紅燈籠，炮仗聲零零星星，比起往年冷清咗唔少。但成伯屋企呢晚特別熱鬧，阿明同阿九兩個細路已經完全好返。糯米水洗足7日之後，兩個細路面色紅潤，眼神精靈，跑跑跳跳同以前一樣生猛。林素特登煎咗2底蘿蔔糕拎過嚟，話要多謝成伯救命之恩。阿蘭亦都劏咗隻雞，煲咗一鍋老火湯，成家人圍埋一枱食飯。雖然冇大魚大肉，但個個面上都係笑。食完飯，成伯坐喺門口位凳上面剝金，望住巷口來來往往嘅鄉民。自從陳秀蓮嘅骨灰撒落西江之後，成伯喺村入面嘅地位起咗微妙嘅變化。以前好多人見佢繞路行，依家經過會點下頭，甚至有幾個後生主動同佢打招呼。三姑嗰日講嘅話，成伯一直記住。有啲秘密揭開咗，會收唔返，但成伯覺得有啲秘密揭開咗，反而令條村嘅人心鬆返。發叔果然收翻封續書，但之後再冇同成伯講過半句說話。每次遠遠見到就轉彎行。成伯唔怪佢，佢知道發叔心入面有條刺。老村長嘅事雖然冇人再提，但發叔自己心知肚明。佢呢排瘦咗好多，鬢角多咗白頭髮，見到成伯嗰陣眼神閃縮，以前嗰種嗲嗲逼人嘅氣勢消失咗大半。九叔公呢幾日成日過嚟成伯屋企飲茶，兩個老人家對住西江，一坐就係半日。九叔公話佢將鄉義字入面關於陳秀蓮同老村長嗰段夾字重新抄咗一份，鎖入土地廟嘅神台底下，等將來有緣人睇到。成伯問佢點解唔燒咗佢，九叔公搖頭。呢條村嘅歷史有光明嘅一面，都有黑暗嘅一面。抹走黑暗唔代表佢冇存在過，留低記錄，等後人知錯，好過當冇事發生。正月16，成伯決定做一件事，佢帶住阿明撐艇去沙美洲，揾到吳婆婆，將陳秀蓮嘅骨灰已經撒入西江嘅消息話俾佢知。吳婆婆聽完，雙手合十，連念幾句佛號，眼中泛淚。秀蓮終於走得啦啦，佢等咗咁多年，終於等到一個好人帶佢走。成伯將銀手續拎出嚟，問吳婆婆要唔要留低做紀念。吳婆婆摸住手續上面嘅成記2字，嘆一口氣。呢隻手續屬於成家同陳家嘅孽緣，燒又燒唔得，留又留唔得，你不如將佢尋返落西江，等佢陪住秀蓮嘅骨灰一齊隨水流去。成伯點頭。佢同阿明撐艇到沙美洲同杏花道交界嘅河心，將銀手續舉起，對住江面講咗一句：秀蓮，你安心啦，你個仔下世一定會揾到戶好人家。然後將手續輕輕放入水中，手續沉落去嗰陣，水面泛起一圈金光，轉眼消散。阿明企喺艇頭，
忽然細細聲講：阿爺，我見到個阿姨攬住個 BB 笑。成伯望住阿明，阿明嘅眼神清澈而平靜，似講緊一件好平常嘅事。成伯摸住佢個頭，冇再追問，反到杏花道。成伯將屋企打掃得乾乾淨淨，喺門口貼咗一副新對聯，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呢副對聯係佢自己寫嘅，字跡雖然歪斜，但筆畫有力。隔籬三嬸路過見到，話成伯寫得唔靚，成伯笑住話唔緊要，意思到就得啦。又過幾日，成伯收到省城寄嚟嘅一封信，係阿貴寫嘅。信入面話佢喺省城揾到一份穩定嘅工，幫一間雜貨鋪做掌櫃，老闆賞識佢，話再過幾個月就加佢人工。佢仲話等儲夠錢就返嚟起新屋，接成伯同阿蘭佢哋去省城住。成伯讀完信，笑到見牙唔見眼，佢將信收好，行出廳堂，同阿蘭講：阿貴有出息啦，我哋成家嘅運開始轉啦。阿蘭開心到喊，攬住阿明同阿珍轉圈。成伯望住一家四口，心入面暖粒粒。佢忽然諗起二哥封遺書入面嘅一句話：你好好湊大阿貴，好好湊大啲孫，成家嘅香火靠你。佢終於做到二哥臨終嘅囑託，但成伯心入面仲有一個結未解。老村長當年吞過150兩，到底去咗邊？呢筆錢係陳秀蓮阿媽嘅血汗錢，係陳神婆幾十年做問米積蓄嘅養老金，就咁俾人呃走，然後不知所蹤。成伯唔想追究發叔，但佢覺得呢筆錢應該要有一個歸宿。正月20，成伯獨自去祠堂，揾到發叔。發叔見到佢，面色一緊，但冇趕佢走。成伯開門見山：發叔，我唔追究舊事，但有一件事我想你幫手。發叔問乜事？成伯將老村長當年吞錢嘅事講出嚟，然後話嗰150兩，如果仲喺祠堂嘅公賬入面，我想你將佢攞出嚟，用陳秀蓮阿媽嘅名義捐俾沙美洲啲窮艇戶，當係還返俾陳家。發叔面色變咗幾變，沉默好耐，最終低聲講：嗰筆錢我阿爸死前交代過，話收埋喺祠堂神台底下嘅暗格入面，叫我唔好喐。我從來冇打開過。佢行到神台前面，蹲低身喺台腳內側摸咗一陣，果然揾到一個暗格。打開暗格，入面有一個布包，打開一睇，正係150兩銀票。雖然年代久遠，但銀號未執，仲可以兌換。發叔捧住銀票，雙手微震，佢望住成伯，眼中首次出現愧疚嘅神色。成伯，我一直以為我阿爸係清官，原來佢做過呢啲事，你點解唔早啲同我講？成伯搖頭：早啲講，你會信我咩？人都係要親眼見到先肯信。發叔將銀票交俾成伯：你攞去沙美洲啦，我唔敢再掂呢啲錢。成伯接過銀票，望住發叔：發叔，祠堂嘅祖先牌位，你真係要抹下塵，有啲污糟嘢抹走咗，祖先先安樂。發叔點頭，冇再出聲。第二日，成伯帶住銀票去沙美洲，將150兩捐俾艇戶會，指定用喺資助窮困艇戶嘅細路讀書同睇病。吳婆婆代表艇戶會收下銀票，握住成伯隻手，老淚縱橫。秀蓮阿媽嘅錢終於返嚟啦，佢喺天有靈，一定安樂晒。成伯返到杏花道嗰陣，天色已近黃昏，佢企喺河邊，望住西江嘅落日，金光鋪滿水面，似一條流動嘅黃金路。佢心入面所有嘅結，終於全部解開。二哥嘅債，陳秀蓮嘅冤，老村長嘅貪，發叔嘅愧，全部喺呢一刻隨住江水一去不返。夜晚，成伯坐喺廳堂，阿明同阿珍喺床上瞓到打鼻鼾，阿蘭喺房入面補衫，油燈嘅光照出佢溫軟嘅側影。成伯摸住心口二哥嗰封信，又諗起陳秀蓮王子上面嘅字：多謝你嚟帶我走。佢望出窗外，月光皎潔，西江嘅水聲溫柔似一首古老嘅搖籃曲。成伯合埋眼，心入面浮現一句說話：做人最緊要對得住天地良心，惡人嘅債天會收，善人嘅恩人會記。杏花道呢條村經過呢一劫，雖然有人失去咗顏面，有人失去咗信任，但更多嘅人得到咗一個教訓：凡事唔好淨係睇表面，人心比鬼怪更加複雜，但善意永遠係化解怨恨嘅唯一法門。佢吹熄油燈，黑暗之中隱約聽到西江水面傳來一陣輕輕嘅笑聲，似一個女人同一個嬰兒喺遠處嬉戲，溫柔而安詳。成伯微笑，合埋眼，沉沉入睡。第二日朝早，雞啼三片，成伯起身開門，門口石板上面放住一紮新鮮嘅野花，
用紅繩紮住，上面壓住一塊光滑嘅鵝卵石。成百噸低身撿起野花，聞到一陣淡淡嘅檀香味，轉眼消散。佢抬頭望住西江，江面平靜如鏡，旭日東升，金光萬丈。成百將野花插入門口嘅瓦罐入面，轉身入屋。阿明同阿珍已經起身，爭住要食早餐。阿蘭喺廚房煎緊年糕，香氣飄滿成間屋。成百行入廚房，幫手擺碗筷，一家四口圍埋食潮，笑聲傳出門口。飄向杏花道嘅每一條巷弄，呢條村經過風浪之後，終於迎嚟一個平靜嘅春天。而西江嘅水繼續滔滔流向遠方，帶走所有嘅怨恨同遺憾，留低嘅只有活人對未來嘅盼望。